我哋今日做嘅動作係站立腿後彎舉 ，Let's go！ 呢個動作主要係針對膕繩肌嘅訓練，幫助管理同埋預防退化性膝關節炎。首先，雙手扶住凳，幫助平衡或支撐，雙腳與肩同寬，慢慢屈曲一邊膝關節，將腳踭靠近臀部。稍作停留後，慢慢返起始動作，重複動作10次。完成，每邊重複動作3組，做得好，記得 keep 住做運動啦。睇埋我哋其他片 ，follow 埋我哋，咁你就可以得到最新嘅資訊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